好來，鄉親啊，繼續來看新檢調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的議長戴錫欽傳出講要辭掉黨部的主委，原來是地方有人不滿意選前的布局，指控講伊要借民眾黨保住家己議長的大位，講要讓民眾黨的議員做副議長。啊，戴錫欽回應講，有關正副議長拿白合的講法，根本是無影無跡。啊，那主委的職務，大家若認為伊無適合，伊嘛袂留戀。感謝市長。出席台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的會議，市長蔣萬安顧市政並連任，議員的選情嘛，進入最後的階段。偏偏在這個時陣，市黨部的主委戴錫欽風聲講拍算要辭職。我相信黨部一定會有完整的規劃跟安排。我也在跟黨中央報告，如果更適合的人選，不一定要找我繼續擔任主委。那如果大家認為說我真的不適任，那當然我不會暫練。原來有平面媒體咧曝光，國民黨內對台北市選前的布局有無共款的聲音，有地方人士不滿拿白合作，更加點名戴錫欽佇拿白布局，更加注重伊本身議長的寶座，甚至有人認為伊想要借民眾黨來顧伊議長的寶座，這款質疑，互伊感覺真正擋袂掉。我為了連任議長，要跟民眾黨合作，甚至還點名了我要跟哪位議員合作正副議長。這完全是子無虛有，空穴來風。從代理主委到接任主委之後，我的任務就是國民黨單獨過半。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任何陣前換將的情形，基本上都是對於選舉是一個比較不利的一個訊息啊。國民黨有人希望戴錫欽閣考慮一下，因為年底選舉剩3個多月，若是這群換主委恐驚會打亂選前的節奏，被點名要甲戴錫欽參選副議長的陳又成嘛出面背會。民眾黨的議員真的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緒，不過不會影響年底的共同戰略目標，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台北市拿白合作，替市長蔣萬安並連任，這是共識。不過議員的部分無的確就無遮好處理，嘛莫怪戴錫欽會無想要做主委。